台南市政府近年来积极打造台南成为观光的胜地。台南大圆皇冠假日酒店为了补足将近2成的人力需求，2号上午主办联合的精彩活动，邀请长期合作的6间大专院校，由着老师带领学生，透过饭店的实地参访，提前认识企业的文化加工作环境。活动一开始，邀请调酒冠军梁家人，再来精彩的花式调酒，由着饭店业者。邀请市府乐工局长、加观光旅游局代理局长共同主持开幕式。就是加入我们。酒店从开业以来，其实就跟各所学校有很密切的这个合作，也想要就此建立毕业及就业无缝接轨的这个管道。那一直也希望说，透过让学生在校的时候就可以透过来酒店参访，实际的去了解到之后实习跟就业的这个场所的这个环境。那也希望学生能够在校期间就能够为未来做更好的准备。会中市府乐工局长王新之加观光旅游局代理局长林国华表示，看到业者主办联合的精彩，相当的欢喜。尤其台南的观光，在这几年来逆势成长，一档游客人数超过1200万人次，而且失业率对108年来连续4档拢是6度上加。毕业即就业，从这里开始，我觉得蛮好棒的一个主轴。那当然，尤其今天又在我们的饭店里面的实际的场地来办理这样的一个征才活动，让有意愿进入这样的一个旅游业的部分的来应征的好伙伴，能够事实上看到，如果我真的从这里开始加入这个行列里面，看到我的工作环境是这么的棒。我们来台南的这个今年过年就到达1250万人哦，那228是最接近的，228的4天连假，我们就有将近125万的人的这个游客来台南旅游观光。那这些人数的数字呢，代表什么？代表台南的这个未来的观光的这个发展是蓬勃向上的这个方向哦。这场毕业就是就业的精彩活动，饭店业者提供50名的工作机会，这块对餐厅的服务员、厨师、房务员、柜台到高阶业务主管拢有。另外，还佫邀请20间的科技加传统产业公司加入精彩的活动，总共提供1000个工作机会。台南新闻联跟采访报道。